喂喂喂喂喂，你说你跟个丫头片子计较什么呀？你还给我装睡是吧？哎，你看看，你都把我打成什么样？都打青了你！你还有理了不成？一大清早背了个小媳妇上山气我，小丫头背到身上有面子是吧？有什么面子呀？我们上山打个野果子，怎么就气着你了呢？你怎么打人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，一点歉意都没有呢？老太婆了，横竖没有味道，还是别耽误您时间了。你这话怎么说？你平常不这样啊，我还不够可以。你打了我，我一点不生气，还得屁颠屁颠来看你。算你有点良心。你们家那小丫头片子，贼精贼精。他哪儿贼精贼精的了？傻了吧唧的，他才多大呀？你当真以为他没看见我？这往后啊，她一天比一天漂亮，我越来越难看。你别帮着他们欺负我就行了。哎，你怎么会呢？你说，她怎么说也是你外甥女儿，你们俩闹成这样，让我夹在中间，我可怎么做呀？你体谅体谅。夫人，夫君呢？哎，没在吗？刚才一起回来的，还说要吃橘子呢。这秦家呀，又得了一个公子，咱们又得准备一份贺礼了。夫人肚子里的，一准儿也是个小公子。如果夫君上心的话，咱府上的公子，恐怕也3、4岁了。傻丫头，发花痴呢。见过豹子吗？公园里见过。当年随父皇捕猎，一只豹子挡到洞口，与士兵对峙。野豹子。父皇爱惜豹子的皮毛，不许士兵射它的身子。那不往身上射啊，往哪儿射呀？通县公是个快箭手，2发箭发出以后，正好射中他的双眼。太准了吧！你不知道那豹子有多厉害，连命都不要了，一下扑倒士兵，父皇才下令拿枪钉死他。那你猜，咱们俩谁是被钉死的那个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你要是没有胆量，就拿着你那个刀，赶紧走人。还等什么？再等都80了，80的老太婆，你要不要？哎呀，夫人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觉得心慌意乱的呀。我也是。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干完坏事就想溜，刚才那厉害劲儿哪儿去了？承认厉害就行。你也不错呀，真的。这往后就真是自己人了。一会儿到你庄子上去转转。你看你，腿还打颤呢吧？心思想到挺远。去可以，但是不许耍心眼儿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别弄得鸡飞狗跳的。你病愈不久，本宫不与你计较。若不是见你扛着那二女，我也不会把你叫来。这下好，可分出高下来了。是那小姑娘惹人疼，还是我这小寡妇惹人爱呀？这个没法比啊，二女还是个小麻子呢。对了，我听说世仁兄又得了个儿子，你怎么样？去，当自己百发百中。我两边倒腾，我还就不信我倒腾不出个儿子来。哼！王子豪啊，王子豪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呐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挖掘户坟、敲寡妇门吗？嗯，这个兰陵还真有主意，拿2只兔子打发谁呢？嗯，打发谁呢？夫君，乐什么呢？夫君，
乐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你们俩在那儿傻乐什么呢？夫君心里畅快，妾身跟着高兴呗。都说夫妻是一体，看来这话是真的。我俩都觉得夫君今天像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儿，快说来给我们听听。哎，别瞎猜，哪有什么高兴的事儿？该睡觉了吧？二女，铺床，快去，快点。师傅，我想抽支灵签。施主意欲何事啊？夫人的意思是，想问问她什么时候能怀上孩子。抽根签吧。你夫人起疑心了吧？要想瞒天过海，那就得靠的一副好腰力，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呢。想得美！你可别怪我贪心。我跟你说，我要紧紧缠你一辈子。这种事儿顺其自然的就行了。真要岁数大了，谁还在乎这个呀？这都不在乎了，有没有良心？这不了解你的，还以为你是个顽劣成性的；了解你的，也知道你是个重情欲的，也能为了挂心的人提了刀去砍人。哎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啊！你这也太小心眼了吧？哎，刀就在那边呢，你要心里不高兴的话，你再砍我几刀。以前不提是因为不在乎，如今你是我郎君，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窝囊。好不容易厮混个假郎君出来，还要拿刀砍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提了，都过去了啊，过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上林苑的棉花熟了，过几天你就可以去摘些棉桃回来。哦，你要不提我都忘了。还有，整个工部我都问过了，没有人知道纺车的做法。曹尚书也查了所有的文献，你就当做参考吧。要是真能把它捣鼓出来，我也佩服你一次。篆文，还是繁体。看来我真得从训诂学入手啊。这该帮的本宫也都帮了，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如果在冬天之前没有把棉花纺成布，你就输了。行，你就给我打2只兔子来就行了，那味儿不错。你每天回家就拿2只兔子哄你夫人，笑我呀？我还制服不了你了。二女，去书房喊夫君过来吃饭。哎，老爷来了。老爷早。夫君又一夜没合眼吧？哎呀，是啊，我要赶在公主回来之前把纺车造好啊，免得被她看扁了。这公主真是害人不浅，咱一家3口好不容易去南山度个假，还被她搅和的匆匆忙忙的赶了回来。这回来都3天了，夫君1个晚上都没睡好，她倒好，自己留在南山逍遥快活。你说，这好端端的造什么纺车呀？这丝绸麻布穿在身上不挺好的吗？非得跟一破棉花较劲。其实也不能怨她，是我先逞能的，说要拿棉花织布。哎，现在朝廷都知道了，而且朝廷又把咱们家那块田地变成了棉花实验田，我也是骑虎难下呀。幸好这件事儿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善举，算了，累就累点吧，就当积德了。那昨晚进展如何啊？一筹莫展啊！曹尚书那个什么文献，造字生僻，残缺不全，我看都看不懂，愁死我了。小侯爷，
公主差人送信来了。大清早的送什么信啊？这说的什么？好催命啊！他说今天晚上回城，明天一早约咱们去南林苑采棉花。这怎么说风就是雨的？那还有时间造访车吗？不管了，先吃饭吧。吃完饭继续研究，能不能造出来。不成，要等晒干了以后才能脱籽。现在湿乎乎的，不好脱。这棉桃的绒子又白又软，按子豪的说法，棉布做成夹袄，里面再塞一些绒子进去，还真是防寒好材料。来，师兄。师兄尝尝这个，这叫紫柴羊肉，怎么样？子豪这肉腌的讲究啊！来来来，都尝尝，都尝尝，尝尝尝尝。上次与李兄相谈甚欢，这个真是收益颇丰啊。是啊，上次说了天文地理，这次不如说说历史。那咱们从何说起呢？就说说秦始皇的帝国吧。来了，死缠着不走怎么办呢？秦始皇，慌什么？这可是夫君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。夫人，这会累坏老爷的。哎，听说李淳风道长也来了。可别提那个白胡子老头了，昨天晚上就没走，睡在书房了。子豪不觉得他残暴吗？夫君真是出人头地了。夫人，你要心疼老爷呀。有些帝王有残暴之相，但实施的却是仁厚之心；是呀，有些有仁厚之相，实施的却是残暴之心。秦始皇吞并六国，统一天下，为我华夏龙族创下了不世基业，在下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